就是喜欢唱，其实我很早就很喜欢唱布袋戏的歌，那最近又特别喜欢金光布袋戏的。那怎么巧合会去看布袋戏啊？因为我爸他就很喜欢看布袋戏，小时候就很喜欢带我们去看野台戏，然后慢慢去接触到霹雳，然后再接触到金光。是。对，那其实我之前也有跟金光合作2首布袋戏的歌曲。对，就是因为现在他的台语歌曲为什么我会喜欢？是他现在也是变得比较潮、比较 rock 一点。对，就是如果大家可以去听的话，应该都会。可以，去哪里听？就是 KK Bus 哦 ，KK Bus 有你的，然后 YouTube 也可以有一些他们布袋戏片头片尾的影片，我就有唱一些歌曲。来跟大家讲什么歌名都可以讲。一笑顶峰，来，然后还有那个粒粒成魔。哦，是哦，对他们唱就会比较像怎么样？我听你唱一下那种布袋戏的歌，我都没听过哎，真的是什么？我只会不是，我想想，我唱那个不是我唱其中一首是黄立刚他自己唱的啊。第一个残破不堪的冷雨，万念俱灰归随冷所动。在天下未着无绝人之路，定失了失要出天地金光，燃烧理想。对，哇，黄文兴啊，你真的很恐怖哎！这个说来就来哎，真的。不好意思，因为今天才刚睡醒，嗓子还没开。没问题啊，大家都听得很过瘾，每个人都按赞呐。很多的网友都是听到你的声音就进来看的啊。是。那其实我要跟大家说，就是今天大家有看这个，我再给大家一些歌迷一些福利，等于是一个讯息啦。好，那不久之后，我还会再跟金光布袋戏合作一些布袋戏主题曲。对，布袋戏主题曲，然后我们也会做一些比较不一样的风格，这样。哦，就跟荒山亮老师一样，类似那种。其实我们摇滚的，我们会做偏向联合公园那种 Linkin Park。对，真的。他现在金光布袋里面有几个就是有 rap 啦。哦，像我刚才唱的那一首歌，它其中就有一些 rap， 只是我比较不会念的，应该是由黄立刚他来。这个你说哦，原来你是金光布袋戏。对，现在我是金光布袋戏的代言人，也不是说代言人啊，就是演唱人，就是等于演唱者其中一个。还有谁？还有那个他姐姐彭凤仪。对，我知道这个，我也知道，我知道。还有张涵雅，她之前是星光的这样。这样对。那你最有名，男的就没有啦，也就是，然后一开始都是黄立刚他在唱，好听点共金。对，然后慢慢，因为他还是要顾他的嗓子，因为你知道布袋戏比较特别的是，一个人要分饰好几角色的声音这样。是，所以就是我希望我的加入能够减轻他的负担。对，替代一个或2个的声音。对，因为他实在是真的太忙了。对，所以之前都是唱歌，几乎都是由他唱的。那我觉得如果他声音这样就是超坏掉，也很可惜。是这样，我怕戏迷会听不到他的声音，因为布袋戏其实他除了很多方面必须具备以外，那他的声音这一部分也是布袋戏的灵魂之一。是，对。哇，这个布袋戏，对，就是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，就是很小时候就开始迷布袋戏，因为我觉得他们的声光效果非常的厉害，而且然后慢慢进步到你看现在的布袋戏都很像很卡曼的感觉。对，以前是头大大的嘛。对，大头娃娃。对，然后现在是整个很像那种 SD 娃娃的那种。对，很精致，然后皮肤很细致的那种感觉，然后不管是服装、发型跟他们声光效果，我觉得都是算蛮代表我们台湾的艺术之一的。